今日門診嚟咗一位二胎媽媽啦，30出頭，一坐低佢就同我講：佢話鄧醫生，我依家生完 BB，兩隻腳又腫又脹，晚上仲會抽筋添，實在頂唔順啦。咁其實咧，佢喺第一胎之後咧，腳上邊已經有少少嘅靜脈曲張啦，但係當時咧唔係好嚴重嘅，所以咧佢亦都冇點樣理佢啦，諗住話拖一拖忍一忍啦，等個 BB 大咗之後跟住再算啦。但係呢次一生完二胎咧，佢就覺得哇，隻腳實在頂唔順啦，又腫又脹啦，非常之唔舒服。今日咧就專登過嚟諮詢我啦。咁從醫學嘅角度嚟睇咧，其實懷孕生 BB 確實係好容易發生嗰個靜脈曲張嘅，因為體內嗰個激素咧佢會變化啦，跟住我哋腹部嘅壓力會增大啦，甚至乎有啲人體重比較大啦，成個孕期嗰個活動量比較減少。呢啲咁嘅因素咧都係非常之容易導致我哋喺懷孕嘅時候出現一個靜脈曲張嘅問題，或者原來已經有個靜脈曲張，好快就會變嚴重咗。所以喺度亦都想同各位媽媽講一聲，懷孕生 BB 照顧細路係好辛苦嘅。咁除咗照顧 BB、照顧家庭之外咧，一定要照顧好自己嘅雙腿。